三有新裝修晉升華庭單位交樓啦！今次用咗淡白色地磚同牆身加上原木風家私打造日式清新風格。客廳空間連住陽台採光充足，配咗張長梳化加白色矮身電視櫃，原木色飯台配搭翻整體家居風格，亦配合雪櫃擺位做咗個複合式客廳儲物櫃，上下儲物空間加埋中空位置可以放客廳擺設，中間就有個到頂嘅玻璃展示櫃。陽台空間相當充足，日常曬衫都相當方便。做咗個雙門儲物櫃，可以俾業主收納清潔用品。客房空間相對細啲，就簡單做咗個懸空嘅原木式開放櫃做收納。主人房就有齊衣櫃、書台，同配咗張可以儲物嘅油壓式雙人床。有型廚房空間充足，所以格局上就冇做太大改變。做台面嘅時候就預留埋空間放洗衣機。業主選擇咗淺灰色石英紋台面配淺啡色木紋櫥櫃，碗碟拉籃方便分類收納使用。廚房嘅喉管都整齊隱藏咗喺吊櫃入面。最後就同大家睇埋浴室嘅裝修部分。鏡櫃有埋空間可以收納日常梳洗用品，沖涼位就用黑框清玻璃趟門，確保乾濕分離。有興趣了解更多，可以隨時電話聯絡我哋，亦都歡迎隨時到我哋三有嘅觀塘門市睇下。